Leo，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市 A1C 1B 期3座嘅低層醫室，佢係一個2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34尺。一打開大門就會見到單位嘅客飯廳，而左手邊發展商附送咗一組鞋櫃，右手邊就係飯廳嘅位置，擺放咗一張4人餐台。嚟到廚房嘅位置，呈 L 字形設計，有窗亦都有明火爐頭，戶主可以按照自己嘅需求揀返做一個緊廚。同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主要望向內園嘅空中花園，亦都可以望到少少企嶺下海嘅海景。再由露台嘅位置望返入去單位嘅客飯廳，嚟到走廊，右手邊係浴室，採用企缸嘅設計。走廊盡頭係第一間睡房，預留咗擺放衣櫃嘅位置，可以望到海景。外面擺放咗冷氣機平台，可以方便維修。最後嚟到第二間睡房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